大家好，我係溫泉蛋。最近一田做緊春日購物賞，優惠期由5月8號至17號。我哋過咗黎葵芳一田掃貨，睇下有邊啲產品做緊優惠，仲會睇下買滿150蚊有咩筍貨換購。大家記得讚好、訂閱、分享我溫泉蛋嘅影片，多謝晒。第一日做優惠已經吸引咗好多街坊嚟掃貨，門口擺咗好多生果。究竟有咩筍貨呢？連超市手推車都供不應求啊！日本草莓新鮮運到38蚊一包，59個9兩包。日本黃林蘋果4個做緊32個9一包。中國雲南珍寶藍莓36蚊一盒，65蚊兩盒，87蚊三盒，平均29蚊一盒。紐西蘭珍寶金奇異果169蚊一箱，真係幾大個喎！仲有5個裝嘅，折實價29蚊一袋，54蚊兩袋。美國新脫袋裝橙27個9一包，50蚊兩包，平均25蚊一包，一包有4至5個橙。另一種美國 Pulsbeck 橙35蚊一包，64蚊兩包，平均每包32蚊。另一邊仲有內田高糖度美國橙48蚊兩包，平均24蚊一包。我哋買咗 Pulsbeck 橙，夠甜唔錯，呢隻橙我哋都經常買。日本小玉西瓜98蚊一個。妃子笑荔枝32個9一盒，雜車厘茄21個9一盒，澳洲袋裝牛油果5個裝27個9一袋，紐西蘭桶裝蘋果4個裝32蚊兩桶，平均16蚊一桶，紐西蘭樂奇蘋果5個裝39蚊一桶。泰國金枕頭榴蓮169蚊一個，泰國 TP 青梨榴蓮159蚊一個，中國夏之神西瓜59個9一個，大約4公斤重。日本長芋36個半一條，日本牛蒡13個9一包。日本百合根2個裝31個9一包，日本袋裝甜薯17個9一包，31個9兩包。韓國紫心番薯19個9一包，36蚊兩包，平均18蚊一包。韓國金菇9個9買1送1，荷蘭番茄29個9一包，都幾大個。日本洋蔥同甘筍都係24個9兩包，日本菇福袋35個9一包，紐西蘭洋蔥11個9一袋，進口包裝熟紅菜頭23個9一包，日本菇10個9一包，17個9兩包，澳洲紅蘿蔔13蚊兩包，平均6個半一包，澳洲西芹18蚊一袋，蘆筍36個9兩包，椰菜仔35個9一包，日本切本菇15個半兩包，西班牙急凍春雞71個9兩隻，平均每隻大約36蚊，一個手掌咁嘅大細。真係好多人嚟掃貨啊！做 promote 嘅姐姐都好落力咁 sell。九龍城寨墨魚丸、炸魚角、白魚蛋都係17蚊，仲係買1送1。
6件裝嘅4海碗仔翅42蚊，即係平均每碗7蚊，都幾抵食，味道唔錯。4海潮式粉果同鮮竹卷都係16蚊2包，平均8蚊1包。4海魚肉燒賣21蚊2包，平均每包10個半。餃皇44蚊2包，63蚊3包，平均每包21蚊。急凍鮑魚49蚊1包，急凍帶子78蚊1包，148蚊2包。仲有好多急凍海鮮同肉類。玉子豆腐29個9 3件。日本高湯拉麵5包59個9，益力多都有優惠。買一送一筍貨區，均一價28蚊專區。熊本紅雞蛋10隻裝44蚊2盒，平均每盒22蚊。YBC 夾心餅23個9買一送一，即係大約12蚊1包。李錦記甜豉油10個9一支。香草醬25蚊1樽。彩盈洗潔精1000毫升裝20蚊2件。潔麗兒泡泡潔手液補充裝9包裝折實價59個9一套。另外一款係1樽潔手液加7包補充裝，都係59個9一套。滴露消毒藥水1.2公升孖裝加洗手液175個9。滴露洗衣旋珠56粒79蚊。威猛先生強力去霉劑超值組合40蚊。滴露萬用消毒噴劑20蚊。Ariel 超抗菌洗衣液28蚊一支。滴露沐浴露2支加洗手液82蚊。快潔洗衣珠24粒裝69個9。潔廁得潔廁液孖裝加潔廁清香凍29個9。女性用品好多都有買一送一優惠。Tempo 櫻花迷你紙巾18包折實價39蚊2件，平均每件19個半。Tempo 企鵝兒童紙巾12包，折實價2件20蚊，平均每件10蚊。Tempo 迷你紙手巾39蚊2件。Tempo 廁紙74蚊2條。買高樂士或者佳能產品滿138有贈品送。部分高露潔牙膏有買一送一優惠。維潔雅迷你紙手巾36包裝折實價34個92件。維潔雅產品做緊限時推廣優惠，買滿指定金額有贈品。仲有均一價20蚊專區。埋單嗰陣見到呢個星之卡俾迷你索繩袋，圖案幾得意，折實價15蚊，買一送一。買滿150蚊可以換購以下產品：9個9換購魚肉腸，46個9換購金鳳泰國頂級香米3公斤。9蚊換購抹手紙或者2卷廚房紙。29個9換購潔霸超濃縮殺菌洗衣棒1包。28蚊換購絲球麥初榨濃香花生油。12蚊換購青魚罐頭。39蚊換購罐頭鮑魚。49蚊換購腰果或者果仁1樽。一田依家做緊屁米快閃優惠，消費滿688即減48蚊。用富邦一田信用卡，消費滿指定金額有現金回贈。大家買咗啲咩筍貨呢？歡迎留言分享下。大家記得點讚、留言、分享我溫泉蛋嘅影片，多謝大家支持。
下條片見，拜拜。